今年酸亚的生产期因为欠缺雨水，所以大粒的较歹种，相对数量嘛较少。不过整体销量却加1.5%到2成。据据了解，外销分7个等级，价销对一箱从1000块到几百块不等。原本市府也烦恼因为疫情买气的受影响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销日本、韩国拢超过去年的量，甚至更有欠货。我们台南的芒果的产量是全国第一，今年的芒果应该会产量突破9万吨，那会比去年增加一些，大概增加1.5%左右到2成。那但是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外销的这个部分也创新高，到韩国出口到韩国、出口到日本都一直在增加。那内销的部分价格也是平稳，我们有一些中高级的果品已经有慢慢造成缺货了。那次级品的话，事实上农委会已经保证收购，所以说次级品的价格事实上是 OK 的，那销量也不会产生浪费的情形。那不管是做果干或加工成芒果的其他制品，事实上都可以。那中高级的芒果的制品，事实上在市场上的价格是维持，甚至于价格还比去年稍高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对于今年的芒果产销是有信心的。预估南明农产文销公司表示，感因公司对5月底就开始处理酸亚外销，到目前为止，用吹销处理销往韩国的大概37万外公斤，销往日本毛25万外公斤，比去年已经增加16万公斤。台南新闻，阮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